香港宏福苑大火造成200人死亡甚至上千人，雖然官方將肇事原因歸咎於泡膠及竹棚紗網，但仍然疑點很多。事發當天8棟大樓全被防護網包裹，窗戶用發泡膠擋住，火警警報還全數失靈很奇怪，因此用邪術分析，這是一場慘絕人寰的香港這片土地混獻祭局，以7棟大樓和百姓人命為祭祀焚香，7棟大樓即是7柱香，讓香港這片土地的福氣替中央級別的官員改運，用藝人的能量不足夠幫助北京官員命運，因此希望用香港這片土地的福氣和地運幫這位北京高官改運。問為什麼是燒7棟，而不是8棟大樓？因為上香都必須係單數不能雙數。